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南安定的傳統聚落蘇厝第一代天府真河宮，這禮拜六要來舉辦60週年的王船祭，特別推出着限量的希諾奇的紀念小王船。台南安定蘇厝第一代天府真河宮，為着要迎接116年60週年的王船祭，限量打造用希諾奇做的紀念小王船。這船60台小王船要讓人登記。咱大王船護國有民，小王船這真小型，要讓咱車頂船是護家有業。咱限量60台，這已經全國各地各縣市攏足濟有來登記，最後剩15台，唔通錯過這個機會。真河宮嘛，佇咧這個拜六會舉辦連續9天護國有民的平安祭，嘛要替五府千歲來祝壽，同時賣展示小王船的完成品。船身規隻攏是希諾奇做的，然後。迄個彩畫是國寶老師彩畫，這有兩項意義，一項是藝術的價值，一項是王爺的神通。初六平安祭活動是真豐富，有表演、有歌唱比賽，還有抽獎的活動，歡迎全國民眾做伙來參與。